很有一段珍贵的记忆，除了是得用文字也算影像记录下来，还有某个方式是得本下下录记忆的唔会平平很呢。后上个设计师陈以为，伊设计出看起来同名起来，如果像黄梨设计一道水果，有贴配纹路的果皮笔，伊特别梦起也比的，外面都会是阿公的出现，还可以限制提新竹大嘅生活记忆。对伊来讲，新竹唔单止是伊的故乡，从小到大接触到嘅客家文化，还个是伊创意嘅来源。喺台北读书是条路为按多年过后，伊唔顾别人的反对，并喺的问题呢石头，同阿老公杨志伟向下回到新竹来巧妙设计事业，希望串联在地力量，为新竹展现出韩国大嘅文化能量。除了以外，伊还同在地嘅试验协会合作，同一个试验产品过头方面，传统客家中嘅特色产业，以为伊能加入，也有为碰新嘅生命力。所以这样子的动作大概要重复多久？因为我们定色时间大概在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以内要处理好。对，就半个小时。底界是属于染料转动中，经验建筑加工厂按从的部位，想染出同时的暗相色，连老经验的师傅都会紧调整染料水比例。上司的还会重复染几下摆，才会染出自家想要的效果。哦，个工序啊，同多繁杂啦吼。一般我们泡布染好哈，染好然后去做多东西。染的时间就可能有一个礼拜，我不晒，然后个花样才会出来。哎，所以那个一个礼拜该花色才会出来，我们才能够去做，要做后续的东西啦，嘿，做包包的部分。染出来的部位，特别几层、几千、几百万呢，就係看日頭有幾大咧，一個過程都係機器睇唔得咧，不所大白結果都會全部強用。因為部分轉到家鄉新竹，快從設計師入面後生設計師陳以為同用智慧，有喺度發揮想象的空間。每一批在染的时候，它是手工去制作的，所以即便比例成分都一样，但是时间上的不同的时候，其实都会影响每一个出来的成品。那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不一定要达到每一个效果都一样。变化的这个过程，它每一次会拿出，这好像又跟上次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那这个部分可以用来做什么？对。会有更多新的 idea 在里面。我们觉得染这个技术对他们来讲是很具特色性的。然后在材质的不同的材质，比如说棉、麻、丝这几个不同的材质上面所呈现的方式出来的效果也会有不同。所以我们觉得染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如何把它跟不同的材质做变化，然后跟把它的特色把它发显出来，是我们觉得很重要的部分。拿点剪刀，剪裁剪剪，新竹县青年文化协会的一条太子，系新竹少数专门将研究青年技术的老师傅。因内列设计到动匠动摇的卡棒，对头下马的手工染布的设计大用插缝都系按照太子自家做的。特别强调为家庭的花草的设计观念，每次知道制作的过程，动好时没动好工。就一般拼布的做法的时候，可能要1个礼拜。或者要更久的时间，然后这样做也好，因为给工序它懂，所以工序它不繁复，一般拼布的做法就是来剪到 CD， 然后拼回去，然后去做个的包包。特别按做咩用做，为来然后给布用它夹的，比如说剪下来，然后搭你贴毛孔用的布来给做只包包。唔過街坊各種粗顯嘅卡棒，看嚟看去都係靠傳統嘅用色，做到同優秀，唔過就按起。有相當人來交關，東份按特別的經驗嘅陳以為同家老公楊志偉，開始同一條太子來接觸，想喺同新竹採體傳統嘅產業經驗，未展現得出後生人強天學力從事視覺感受嘅設計理念。他們之前做的包比較複雜，那工比較繁瑣一點，所以他花相對一個人可能在縫製一個包的時候，時間來得比較長一點點。那我们除了在染的颜色有调整之外，然后我们在制作包款上面，也希望把时程制作的工时缩短。
这个可以做2个。消费者挑会挑很久，这个颜色好。对，还是那个颜色，对。为到为做出来成品，啲成法方认为拿来用，曾因为针对无共用嘅设施，开发出同手机、同时上有听得到时台用色，我想喊得多人来交关。我都全部都是年纪比较大了，40、50岁的欧巴桑了啦哈。冇办法讲，还有他新的观念，给到年轻人20、30岁，他们的想法比较新啦，哈，他行，讲有给到观念带进来，让我们做这方面可以参考年轻人的那个想法了，不会说这还困在我们这个40、50岁这个老人家的想法里面。不过，一下後生人注重嘅唔單淨係外形，咪會更考慮產品嘅功能。設計師對使用人嘅角度來問消費者想要乜嘢，需要乜嘢，高焦點加到需求，打造出更合乎民眾生活嘅產品。其实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设计师当成一个使用者，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包款，然后我们最常用到的包款有哪些，我们下去做观察，然后发现说，其实大家都会出门有一个提袋的部分，然后有一个简便的一个3C 的一个收纳袋，然后对于旅行来讲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可能一个5件组的一个形式。那像这样怎么去确认他说他已经是染均匀了，还是说就是用时間來去控制它？東西數同自然嘅產品作為全新嘅舉措，不過自然嘅精神係你經驗一張元素，為到消費者有無共用感受，亦都開發出同人無共用嘅各種色，而電影一見面就會比想到。像以往来讲，可能大家的传统上的认知，觉得释然是可能比较偏暗沉的、咖啡色系的，比较不是这么具有色彩度的。但我们就跟他们讨论的过程中说，我们可以加入其他的美染剂，比如说不同的媒介可以发挥出不同的色系。像这次就有产生了一些紫红色系啊，然后黄色系、绿色系这样的新的色系的产生。對於設計師提出嘅想法，按照睇字咪唔係一塊就接受，兩年人各自受創，後生人添轉立馬化，想以前擔，睇字用專業嘅技術來聽翻身，先做實驗產業，以為兩個轉到故鄉，後生人嘅熱情就加動有發力。唔可以講全部交家己傾啦，因為家己傾係自己上班，我都做東西做研究下啲，怎樣背啊順序要滿意的寬度要滿意，我都會來講。其實他也會參考我們的意見去做修改，雙方都會提供意見，不會說就全部以設計師的意見，設計師也不是說全部以我們的意見這樣子，都雙方會做討論。其實我們帶給大姐的比較多是想法上面的改變，因為他們也許會在下一次跟我們討論的時候就會說，這次我又準備了什麼樣的新的東西，那你們看看可以應用在哪裡，就是變成到之後他們反而會自己提出問題了。然後我覺得，改變想法是比較長遠的。然後雕完之後，我們再來討論說，生產製造的時候好不好？真從杜紅人看到嘅現嘅動體別的比例，知道動清晰，明顯溫度感覺到動清楚，也對視覺同水感覺帶來動態衝擊。天係仔細啲先做睇嘅客家後生人陳以為同容之為，喺全世界都動有名作品。每家都對諾斯杜紅很記得的家鄉感情嘅一種表現。這個概念其實，因為我們是生長在新竹嘛，那我的祖父就是外公外婆，他們都務農，對，現在都還在種自己的水果跟蔬菜這樣，所以從我們的生活經驗，比如說當我們在吃地瓜的時候，在剝那個皮，所以我們在聊天的時候轉換說，皮就是很天然的器皿。所以我們就找了很多一系列台灣在地水果帶皮的水果，來做一個杯子的外觀轉換。2013年，也因呢個作品得到人工設計嘅國際時態獎之一，得過風點設計獎肯定。無論喺國內國外參加展覽，對於身份經驗當中發展出來嘅設計理念，民眾總係會有共鳴。其實我們的概念就是從手感延伸到共生情感。那共生情感就是在跟人、跟物，還有設計師本身的生活經驗去做串聯。所以有時候設計師有這個生活經驗，不代表使用者有。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在鑽研那個題材，然後把它帶到生活用品上面，然後去做創作。
比如说像果皮杯这个东西，它就简单就是以触感这件事情跟大家做连结。然后触感跟水果这件事情，其实是不论东方西方的人都是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跟一个生活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不要带有任何的一个东方西方的一个色彩，但是可以跟每个人的记忆做连结。不过一般来讲都唔是去解释，常用款的冇做去名的，使用人就会伫脑子度方留含记得的东西带出来。从一条线条动简单，打定不用天赋，就算种种灵感系对陈怡薇细细细节是迄个的丰富来的，连外国人款的咪会动感通。我小时候是住在三合院，那有时候我们在就是夏天的傍晚的时候，都会在那个庭院里面乘凉嘛。对，那有时候我们看月光的时候，你会透过窗户看啊，你也会这样抬头看。那透过窗户看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以前的人他很有。生活中就很有意境，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景象搬到家里面来，然后希望用不同的网目层次去堆叠出来，让这个月光产生朦胧的那种感觉。就算灵感喺随处就得到极不同的东西，不过陈怡薇将保留青葱有一款样，脑机重新转化再制。拿电话笔、聊天脑当中素材重复比对，看起来像人当初时的几何线条随处就画出来。不过我讲佢充满街，记住充满街，动神奇。有的做法调下码，杀进数多争议。比如说工艺师他就跟我说，你拿那个凤梨直接翻就好了。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想要诉求的一个点嘛？如果我翻一个很像的东西，那我不如就直接用这个东西来做了。他没有把这个元素跟符号给抽离出来，对，那变成说它只有一个答案。那我们其实在做的东西是，它有好多个答案，很多元的生活经验在里面，所以它不管拿到哪个国家，它都有不一样的答案在里面。陈怡薇坚持大多都会靠出新冠幅度一定真的上，是喺后面留好一步嘅。另外，按照设计师嘅工作模式，对佢来讲影响动态，佢就尽量运用嘅喺作品当中感染文化长有嘅文土。他们不太会有情感啊，或者是一些额外的内容加注在他们的产品里面或赘述，因为他们本身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就把这个东西灌输在这个产品里面了，所以它文字上面它不会有说明说我这个是来自于哪里什么的。比如说像我身为客家人，我创作出来的东西，其实就应该要很有客家人的一个那个味道或者是一个思维在里面。陈怡薇嘅设计理念，前面係教本家老公用紙筆來做，不過接送同有感情嘅創意想法，第四季愛去做家下就會唔知愛用家實，有印象我留好也唔愛留好。比如说以果皮杯的造型来讲，我们都希望这个线条是很明确、很明显的。那可能在生产的过程中有一些开模上的限制，它就必须可能要有做一些取舍，它可能不能这么的锐利，或者是这么的明显。然后不然这个东西就可能没办法生产出来。6年人前，陳怡薇同楊子薇及天外表弟喺台北天台北調度，轉到新竹同阿姊強下巧妙之間設計生涯。繼續講係講唔進來，可能唔是結局嘅，連故鄉上多買用嘅都會念唔出來嘅。10年前就是大學去外地念書了。開始每一次回家鄉的時候，發現一點一點在改變。那會發現說能夠傳下去，或者是你能夠改變，但是自己心裡面的那個想法，就是你還是想要回到家鄉去居住。那會覺得說，那我何不把自己的能力跟我的專長帶回來？沒有啊，我記得不用。唔過啲前做老婆嘅家人位，實對家條很好擔，咁安尼做小片呢，未懂反對。因為我媽媽是做美髮嘛，那她生意不錯，那很多客人來，有時候這個時間點我們出現了，應該在上班的時間點我們出現在這裡了。那有時候想跟媽媽聊聊天這樣子，那客人就會說，那你做什麼的？那我們就會說，哦，沒有，我們是做設計的，自己有工作室這樣子。那一開始可能第一年，還不是很穩定的時候，也沒有確切是在這裡生根的時候，他不太直接的跟別人說，連親戚朋友都是。因為態度雖然咧，嗰種嘅設計範圍較寬嘛，按來裝下是可能要熟悉深度嘅一個 idea 啦，要較無按好開發啊，要變嚟講範圍較細哦。
迄创作来讲，迄有让向对的，佮当然都市较好啦。一般人可能会知道星座咁冇乜嘅设计产业，像热情同理想为要出挑维持生活系，喺加了野外青少年嘅，连成为按时髦外形同打扮，都有人之讲，加掉那有可能会流通提防红发展哦。应该说他不是直接的拒绝你，但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会觉得说，你是年轻人，然后你们的想法，不要说我们其实会害怕嘛，那他们一定也都一样会害怕说，到底能不能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东道的设计师莫强勇，加到莫相爱相关的工作室都方条累累建造。因乃去拜访，曾因为吉天的新加坡客家文化园区顺丰一间盛隆设施办设计展，在成果增加下，还是只用家的作品从彩贴色彩来做表现。为大家提供其实设计唔係離神法暗演，每件家美係那道彩貼力量。香港佢轉來了後，我哋黑人起師夫妻佢本身咪係 under 在地嘅優秀青年啊，在外地工作，其實他們也是想說回鄉來，能夠貢獻他們在設計裡面的理念。他也是抽到廣告，係咪用一些個石雕或是又走竹編或是走不同的產業那我很樂意於來協助佢譬如講有某個想法，後上面出了推好，那我也把我的一些想法跟他交流。啲動有客家體質嘅傳統空間表現創新嘅設計展，用一條無共用美好發展出很多嘅新東西，每家層嘅家庭嘅設計理念同彩體生活嘅連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场域跟外形，透过不同的展览，其实还是可以展现出设计的能量。只是说我们如何去把这一些想要让民众了解的地方呈现出来，而不是受限说，我们这个区域就只能做这些展示。用親自接嘅方式同地方互通，而今日打出設計團隊名聲，你是知道認識家條人，係那堅定家條堅持，賺到家鄉嘅結天。你客家莊有嘛佢愛迄種嘅資源也真多啦，係你是個比如講你調工嘛，是對你態嘛，對你環境裡面當熟悉啊，做來做你客家嘅東西有嘛可能會他得心應手啦，想法啦，還有想法啦，看得到是相起來講我調工有樣嘅啊，看到加工無啦，阿公阿婆嘅地話看到乜嘅一樣，有一個 idea 就是相起來講，做得快發一樣啦。一般來講，新竹給人家的印象可能就是科學園區啊，或者是科技新貴這樣的印象，反而設計文創這樣子的感覺似乎比較薄弱一點。所以我們就想說，把我們所學的東西帶回來這個區域，讓這邊的民眾或者是外地居住的來這邊定居的人，也可以感受到新竹的年輕的設計的另外的一面。用出世就帶點來嘅客家文化來做重重嘅設計能量，陳以為同用智慧多多為完成家庭夢想。希望有一日民眾來到新竹會發現一片正見無窮用嘅。